我哋成日會遇到咁嘅情況，以前上落樓梯好似行平地咁，而家卻覺得腳軟，一定要扶住扶手先至借到力。去街市買個餸，行嚟行去都係得嗰幾步路，返到屋企卻感覺雙腿好似灌咗鉛咁沉重，腰酸背痛好耐都緩唔過嚟。如果我話你知，我哋對腳根本唔只係用嚟行路嘅交通工具，佢其實係我哋身體嘅第二粒心臟，係我哋生命活力嘅發電機，更加係我哋能唔能夠健康長壽、活得有質量嘅根本指標。你會點諗？呢啲絕對唔係危言聳聽。美國非常著名嘅預防醫學雜誌曾經總結過，長壽嘅人身上往往有一個共同嘅特質，嗰個就係腿部肌肉有力。呢句話揭示咗一個非常殘酷但又必須面對嘅事實，我哋身體嘅衰老並唔係由臉上第一條皺紋、頭上第一條白頭髮開始嘅，而係由我哋雙腿嘅力量開始靜靜雞流逝嗰一刻就已經開始咗啦。點解雙腿咁重要？因為我哋身體入面超過50%嘅骨骼同肌肉都集中喺雙腿，人體最大最堅固嘅關節同骨頭都係喺呢度。更重要嘅係，我哋全身嘅經絡、血管、神經就好似一個巨大嘅交通樞紐，都要通過雙腿嚟連接我哋嘅上半身同下半身。雙腿有力，我哋全身嘅氣血先至可以順暢運行，五臟六腑先至可以得到充分嘅滋養。既然雙腿咁重要，咁我哋應該點樣判斷自己對腳係咪已經開始衰老咗呢？其實喺身體徹底冧檔之前，雙腿會向我哋發出7次求救警報。呢7個信號，只要你細心觀察，一定會發現端倪。第一個警報啦，係你嘅腿腳變得越嚟越唔靈活。乜嘢叫唔靈活？譬如話，朝早起身落床嗰一刻，你會唔會覺得腳踝、膝頭哥有啲僵硬，需要活動好幾下先至行得順？或者你坐喺梳化睇電視，想企起身倒杯水，會唔會覺得動作有啲遲緩？唔似後生嗰陣咁噌一聲話起就企，甚至做一啲比較精細嘅動作，譬如話翹埋對腳或者彎腰着襪，都會覺得有啲卡住，有啲食力。呢啲卡嘅感覺，其實就係我哋腿部嘅關節韌帶同肌肉彈性開始下降嘅信號。第二個警報係隨便做啲嘢就容易腰酸腿痛。以前可能抹地、買餸、湊孫都唔係問題，好大幹勁。但而家可能只係企喺廚房煮餐飯，就覺得條腰快要斷，兩條腿又酸又脹，或者只係出門行咗20分鐘，就感覺雙腿沉重到抬唔起嚟。呢個代表我哋腿部肌肉嘅肌力正喺度嚴重衰退。你要知道，肌肉係我哋骨骼同關節嘅保護盔甲。當呢層盔甲變薄變弱咗，所有嘅重量同壓力就會直接壓喺骨頭同關節上面，自然就容易酸痛。第三個警報係你行路嘅速度唔自覺咁變慢咗。步速係國際上公認衡量一個人健康狀況同預期壽命嘅關鍵指標。你打醒精神諗下，同屋企人朋友一齊行路嗰陣，係咪由以前嘅並肩同行變咗而家跟喺後面呢？係咪成日需要人哋停低等你？行路變慢背後有2個原因，一個係肌肉萎縮，力量唔夠啦。另一個更重要嘅係我哋大腦同腿部之間嘅神經傳導速度都開始變慢咗。大腦下達行路嘅命令，要花更長嘅時間先至傳到腿部肌肉。呢個就係神經系統開始老化嘅一個重要跡象。第4個警報係你對腳，特別係其中一邊，成日感覺發涼，明明係大熱天時或者夜晚瞓覺冚住口鼻，但總係感覺有一邊小腿肚係涼浸浸嘅，點樣暖都暖唔起嚟。呢個警報要特別小心，佢通常代表我哋腿部嘅血液循環出咗問題，好可能係因為動脈血管開始硬化狹窄，導致新鮮溫暖嘅動脈血冇辦法順利咁送到我哋嘅下肢末梢。如果你同時仲有腳麻、腿部膚色蒼白等現象，一定要警惕下肢動脈閉塞症嘅可能性。第5個警報係你抽筋嘅次數變得越嚟越頻繁。好多人以為抽筋就係缺鈣，於是搏命補鈣。冇錯，缺鈣係一個原因，但對於我哋中老年朋友嚟講，更常見嘅原因係氣血不足同血液循環不良。
當我哋腿部肌肉得唔到充足嘅血液供氧嗰陣，佢就會因為缺氧而產生痙攣，即係抽筋。特別係喺夜晚瞓覺嘅時候，體溫下降，血流變慢，更加容易發作。呢個其實係身體話你知，腿部嘅後勤補給已經跟唔上啦。第六個警報係你嘅腿部開始出現腫脹或者靜脈曲張。朝早起身仲好地地，一到下晝或者傍晚就感覺兩條小腿腫脹到難受，用手指一撳仲會有一個凹落去嘅坑，半日都彈唔返起。或者你發現小腿上面開始浮現出一條條好似超影咁彎曲嘅清晰血管，呢啲都代表我哋腿部嘅靜脈回流功能出現咗障礙，血液由心臟送落去，好容易順流而下，但要由腳底對抗地心引力，再送返心臟，就需要我哋靜脈血管入邊嘅瓣膜同腿部肌肉嘅擠壓幫手。當呢啲功能退化嗰陣，血液同淋巴液就會淤積喺下半身，造成水腫同靜脈曲張。第七個警報咧，就係你嘅髖關節或者膝關節開始痛啦，特別係上落樓梯或者由凳仔企起身嗰一刻，感覺膝頭哥好似針結咁痛，或者酸軟無力，唔敢使勁，有種就快要跪低嘅感覺。活動關節嗰陣，甚至仲可以聽到咔咔聲。呢個十之八九就係我哋關節入邊嘅軟骨已經被磨損到七七八八，即係我哋常講嘅退化性關節炎正式嚟報到啦。呢七大警報你中咗幾個？我相信好多朋友聽到呢度心入邊可能會有啲焦慮，咁我應該點算？係咪就只能夠眼定定睇住自己對腳一日一日退化落去？千祈唔好咁諗，腿部嘅衰老雖然係自然過程，但佢個速度係完全可以由我哋自己嚟掌控嘅。我哋絕對有能力通過後天嘅努力嚟延緩，甚至喺一定程度上逆轉呢個過程。日常生活中，我哋要注意3件小事嚟配合保養我哋對腳。第一件係注意保暖。我哋嘅膝關節特別怕凍，寒氣係造成關節疼痛同氣血唔通嘅元兇，所以天氣轉涼一定要着翻條長褲，保護好膝頭哥。瞓覺嘅時候都要避免俾冷氣或者電風扇直接對住腿腳吹，唔好因為一時嘅貪涼而留低咗長久嘅病根。第二件係多啲曬太陽，特別係要曬下我哋對腳同背脊。太陽係最好嘅維他命 D 來源，可以幫我哋補鈣、強健骨骼。同時，陽光嘅溫熱亦都係最好嘅天然紅外線，可以溫通我哋嘅經絡，驅散體內嘅寒濕。第三件係成日用熱水浸腳，每日夜晚用溫熱嘅水浸一浸，我哋勞累咗一日嘅雙腳。水入邊可以加少少生薑或者艾草啦，呢個可以極大地促進我哋下半身嘅血液循環，緩解疲勞，仲可以幫助睡眠，可謂係一舉多得。衰老係一種自然現象，我哋無法抗拒，但係我哋絕對有能力去延緩佢嘅速度，去提升我哋衰老過程中嘅生活質素。我哋養生追求嘅唔係長生不老，而係健康咁老去，係到咗80歲、90歲。我哋依然可以用自己嘅雙腿去想去嘅地方，去睇想睇嘅風景，去陪伴我哋所愛嘅人，而唔係被困喺輪椅上面或者病床上面。生活唔可以自理，呢份自由同尊嚴係任何金錢都買唔到㗎，而佢嘅根基就藏喺我哋呢雙成日被我哋忽視嘅腿腳之上。